后来延续着昨股市会市上起的气势，台股今仔日是开悬走悬，这个早盘一度是起超过150点，这个早盘新台票换这个美金嘛来攻起哩27.95，再度来推升到23年来的新关价。也毋过台股伫收盘时阵小可66点，以14982点来收盘。这波这个股市甲汇市整势大好，毋知咱的乡亲有好康着无？台股今日早盘到15159点，起超过150点。新台票对美金的汇价早盘嘛到27.995，即嘛创下23年半以来新高点。股汇市拢有起，民众敢有感觉？还不错，对，有小赚一点，对，没有感觉啦，因为现在不能出国，不能出国。没有我没有买股票。有投资有赚到钱的人，嘛有迄个无投资股票的人。分析师讲，这个股市汇市相起，若是无感觉，可能是因为这件代志。无感就是闭着眼睛不看哦，或者是说买错股票了。现在望了五行，其实到底该不该去做一个选股操作？我认为还是要瞄准今年度哈这个产业比较有利基的一个方向去做前进，那你就会从无感哦变成有感。台币应该还是维持对美元是一个相对比较走升的一个局面。我认为到时候应该还是能够反映在这个汇率上的一个给台湾投资人的一个优势。虽然有疫情之乱，好民众无法度摕升值的新台票去国外佚佗，不过分析师认为讲，这影响毕竟只是短期的，投资爱抓着方向，爱有规划，若有赚到钱才有感觉。